奕晨，你是爸爸唯一的儿子，你不回家，爸爸有天价的资产，谁来继承啊？方三海，5年前我妈去世的那天，我给你打了100个电话，整整100个，只想让你回家看看。而你呢，你说什么都不肯回家。像你这样自私的人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父亲。奕晨，当年是爸爸错了，这些年我一直想弥补你。如今我是世界首富，拥有天下的资产，就等着你回家继承家业了。什么天价资产，什么世界首富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奕晨，我是真心的想弥补你。这辆劳斯莱斯还有龙脊山庄的别墅，是送你的礼物，你收下吧。你走吧，你不要再打扰我工作。还有，你这些东西我根本就不稀罕，还有你这个人，我也不想再见了。奕晨，我知道你这些年吃了不少苦，如果你暂时不想回家，这张卡你一定要收下。说了我不要，你拿走，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工作？你收下我就走。奕晨，吃饭了，来了。吴向娥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奕晨，我奋斗了一生，塔下的天价家产都是为了你呀，希望你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。干完今天就能攒够小玉的30万彩礼了。小玉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王少，我们家小玉找了你，真的是积了几辈子的福了。小玉，伯母，你们也在这儿，太巧了吧？呀，这不是小玉那个农民工男朋友吗？哦，不对，这小玉马上就是我的女人了。识相点的话，赶紧滚吧！你们什么意思？方逸晨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为什么要分手？这是30万彩礼，我刚攒够。我现在是王少的未婚妻，你这点彩礼不稀罕啊！就这点钱就想娶我们家小玉，做梦吧你！人家王少身价过亿，你拿什么跟人家王少比？苏玉，你真的要为了钱去嫁给这个王少？我不嫁给他，难道是嫁给你这个废物吗？收回你这张破卡吧，我要嫁的是能让我锦衣玉食的王少，而不是你这个窝囊废。他能给你多少钱，我也能给。哎呦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要跟王少比财力？哈，怎么装不下去了是吧？你也不想想，你一个臭搬砖的，你拿什么跟人家王少比？人家王少光是在江省的房产就有几10套。你看看你，一个月的工资几千块钱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男人的样子，你就是个窝囊废！小子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男人。只要小玉同意跟我结婚，我可以再送一辆帕拉梅拉。就这点钱，你一辈子都赚不到吧？哎呀，他这种废物怎么能跟你王少比呢？我看你啊，赶紧去找个乡下女人过你的穷日子去吧。我们家小玉是不会嫁给你这种废物的。苏玉，我们5年的感情，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吗？方逸晨，5年又怎么样？我苏玉要嫁的是王少这样的男人，而你呢？你就是个穷屌丝，你连王少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跟你这样的人一起出门，我真是觉得丢人。和你一起出去，我都觉得丢人。行了，小玉，
他就是一个搬砖的，跟他废什么话？你就别为难他了。我看呀，他就是不想跟你分手，故意拖延时间而已。王少，你说的没错。怎么还不走？是想亲眼看看王少给我的彩礼有多少是吗？小子，我今天就让你开开眼。这是诺信银行的黑卡，这里面有300万的额度，小玉可以随便刷，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这不是跟我老爸给我的卡一模一样吗？方逸晨，傻眼了吧？你就是一个臭民工，还在这装大款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？就你这样的，给我们家小玉提鞋都不配。方逸晨，你自欺欺人的样子还真是可笑。我现在就是想吃好的、穿好的、用好的，这些是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。我想要的东西，你一辈子也给不了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够了解我。区区一张银行卡，就能让你们露出这副嘴脸？区区一张银行卡，就让你们一个个的露出这副嘴脸？口气还真不小，你知不知道这张银行卡意味着什么？行了，小玉，他一个搬砖的，哪里知道这些？我们诺信银行是全球最顶尖的银行，就连最普通的储蓄卡都要身价100万才能够办理，而这一张黑卡至少得身价过亿，并且必须拥有100年家族史才能够申请。就光凭这些，哼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一张黑卡而已，让你兴奋成这样，你还真没见过世面。你，方逸晨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个臭民工，仇富。小玉，伯母，没必要跟这种人置气，他无非就是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，一个蝼蚁罢了。你呢？不光目光短浅，还素质低下。你要是不说好，我就教教你。方逸晨，皇上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要知道，别说是小小的海市，就连整个江省，能拥有诺信银行黑卡的人都寥寥无几。他们一句话，就能断了你的生路。一个纨绔子弟，能让我自断生路？黑卡，我也有。黑卡，我也有。你怎么会有黑卡？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有黑卡？你以为拿着这么一张假卡就能来糊弄我？别用你狭隘的目光来衡量我，我的财富你想象不到。你这张卡一看就是假的，诺信银行的黑卡全球限量仅此一张，从未被激活使用，甚至都没有人见过，也就是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派发。一张从来没有被派发的卡，怎么可能会在你这种人手上？所以这张卡一看就是假的，根本不需要我鉴定。你凭什么说这卡是假的？诺信银行的卡通体黑色，而你这张上面有一圈金色的花边，正是那张从未被激活的耀金黑卡。一张从未被激活的耀金黑卡，又怎么可能会在你这种人手上？所以，一定是你伪造的。方逸晨，为了骗我跟你在一起，伪造黑卡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，你简直是恶心至极。方逸晨，为了骗我跟你在一起，伪造黑卡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，你简直是恶心至极。我说了，这张卡是真的。方逸晨，你这种把戏，也就只能骗骗小孩子。你今天拿着这张假卡，要换做别人，肯定发现不了什么。但是你骗王少，那你还真是骗错人了。抱歉啊，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就是诺信银行行长的儿子，银行什么情况我会不知道？
这张黑卡，别说是我没见过，就连我爸都没有见过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谎言被我拆穿了。你没见过，是因为你不够格。放屁！满口胡言乱语，敢诽谤诺信银行的高层，还伪造黑卡，就单凭这些够你吃几十年牢饭。你现在要是跪下来跟我道歉，或许我还可以考虑原谅你，不然的话，我保证，今天是你最后一次见到太阳。方逸晨，我劝你还是赶紧道歉。惹怒了王少这样的大人物，我怕你是自断生路。该道歉的是他，该道歉的是他。好，我现在就让你知道该道歉的是谁。我登录诺信银行系统一查便知。方逸晨，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心？非要铁证摆在你面前你才认识吗？什么？王少怎么了？耀金黑卡真的在江省？啊？不可能！就算真的在江省，那也不是他这么一个废物所能拥有的。哦，对，没错，耀金黑卡只能主动邀约，不管实力再强大的人都没有办法主动申请。那这一张偷的，一定是他偷的。我真是差点信了你的鬼话，方逸晨，偷盗可比伪造一张假卡的性质还恶劣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偷的？王少可是诺信银行信息安全部的总监，要想知道你这张黑卡是不是偷的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是不是偷的，我一查便知。诺信银行的黑卡有指纹和定位功能，一旦他人持卡超过2个小时，就会自动冻结。我现在打个电话就能知道是谁丢的卡，看你的嘴有多硬。喂，孙助理，帮我查一下尾号0001的黑卡是否有丢失的情况。报告王总，尾号0001的黑卡并未存在丢失情况。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这张卡从来没有被激活，所以他偷走之后根本就没有机会使用，所以银行查不出来。小玉，幸亏你当时没有拿走那张卡，不然一定会牵连整个宋家。你的想象力还真够丰富的呀！方逸晨，你简直无药可救！无药可救的是你们。方逸晨，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一张偷来的卡，想置于我们苏家于死地！王少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惩，要给他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一个教训。该被教训的也是你们。我是0001的黑卡用户。方先生，我是您的私人经理石磊，有什么吩咐吗？石磊是吧？我限你3分钟以内给我赶到云溪阁，若是你来晚了，我就取出诺信银行的全部资产。别，千万别，方先生，您要是取走全部资产，我们银行就倒闭了呀。那你还不抓紧过来？方逸晨，你是打算叫帮手过来是吗？好，不错，工作做的倒是挺仔细。你知道石磊是谁吗？他是我们诺信银行的副行长。你真以为你随便打个电话，我就能相信他能来是吗？哼，你一个臭搬砖的还挺能装，你这么能演，怎么不去跑龙套？这肯定比你在工地搬砖挣得多了吧3分钟，你们等着瞧。3分钟，你们等着瞧。转走全部资产，你兜里全身上下连500块钱都拿不出来吧？我好害怕呀，好害怕诺信银行没有你的500块钱，诺信银行就倒闭了。他不是没有500块钱，而是连50块钱都没有吧？
等我资产全部转走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别跪下来求我。你还真演入戏了是吧？方逸晨，诺信银行是不会允许你这种人撒野的。你不想丢人，就赶紧滚！方逸晨，你若真的惊动了诺信银行内部，后果绝非你能想象到的。你还是赶紧走吧你。他今天走不了了，我已经通知了诺信银行的安检大队，现在稽查大队已经到了。来人！我看谁敢动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你刚刚那个猖狂的样子呢？王少，方逸晨也是因为我才办的这些傻事，虽然可恨，但罪不至死。这次还是算了吧。小玉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帮这个废物说话？你的未婚夫可是王少，你要是得罪了王少，他把我们苏氏集团的资金撤走，那我们苏家可就真完了。你少说两句吧，妈。方逸晨，你还不走？是要等到王少动手是吗1分钟。我看留给你的活路也就只有1分钟了。动手，腿打断，拉回去，慢慢审。住手！石副行长，他真把人给叫来了。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石副行长，你要替我们讨回公道啊！这个人不仅偷了你们诺信银行的要金黑卡，还想嫁祸于我。抱歉，这位女士，我们诺信银行成立100年之久，从来没有发生过黑卡被盗的事件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石副行长，这小子就是个臭搬砖的，他连娶我女儿的彩礼都拿不出来，这个卡怎么可能是他的嘛？两位女士恐怕是误会方先生了。我们诺信银行的至尊黑卡全球仅此一张，这张卡就是方先生。什么？逸晨，你有诺金黑卡这件事情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就是啊，逸晨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可千万别放心上啊！就是啊，逸晨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可千万别放心上啊！今天的事情多谢了，我这边没什么事情了，先去忙吧。方先生，我们诺信银行随时随地为您服务，请您务必相信我们的工作能力。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不打扰了。慢着！蛇鼠一窝的家伙，王少，石磊，你身为诺信银行的副行长，竟然伙同这个臭搬砖的演戏骗我们！王少，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人。你呀，还嘴硬！刚刚他都说不出这张卡的来历，更说不出这张卡为何至今还未被激活使用，只不过是为了纠缠苏玉才被迫拿出来。你现在却说这张卡是他的，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你在包庇犯罪。好啊，原来你们是一伙儿的。方逸晨，你可真是越来越本事了，竟然叫来石副行长陪你演戏。王少，话不能这么说吧？我在诺信银行工作了20多年，一直秉公守法，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银行的事情啊。是吗？就因为秉公守法，所以兜里缺钱了是吧？竟然伙同这个臭搬砖的演戏骗我们，说嘛，到底收了多少飞钱？王少，你误会我没有关系。若是得罪了方先生，这会给我们银行带来极大的损失，甚至让我们进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放肆石磊！你竟然为了一个臭搬砖的，把诺信银行说得如此的低贱，你还说你没有中饱私囊？石副行长，我劝你还是考虑清楚，为了一个臭搬砖的毁了自己的前途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就是啊，石副行长，全球顶级的诺信银行，那可是普通人一辈子都够不到的高度。你作为高高在上的副行长，若是因为他这种人中饱私囊，置诺信银行的声誉于不顾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可
是会被沦为笑柄的。你还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！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石磊收你的黑钱，那银行自会处置，而你，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石磊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收取方先生的半点好处。若是有，我愿意接受诺信集团的内部调查，绝没有半点怨言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现在就通知诺信银行将你立刻开除，并通知全球金融行业将你永久拉黑，永不得录用。王少，我冤枉啊！方逸晨，现在傻眼了吧？你叫来的帮手帮不了你。帮手？我根本就不需要帮手。你还嘴硬，方逸晨。石磊已经被诺信银行开除，被整个金融行业拉黑了。我看现在还有谁能为你再多说一句话？皇上，还是您有本事，一眼就戳穿了这两个家伙的诡计。要不然，要是我们真收下了这张卡，那我们家小玉的清白可就真毁了。伯母，清除他们这种垃圾，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小玉和诺信银行的声誉嘛。方逸晨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，不像你只会耍小聪明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的跟你好那么久，想想都觉得恶心。方逸晨，看到了吧？垃圾就是垃圾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方逸晨，我当初看在你是一个老实人的份上，考虑过跟你结婚，但你现在只不过是一只人人都能踩死的蚂蚁，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面，在这演这么久。你现在赶紧给王少磕头认罪，再在诺信银行门口跪个3天3夜，我还能替你求情，不至于让你少胳膊少腿儿。苏小姐，王少，使不得呀！方先生既然拥有这张要金黑卡，那就说明他的资产在我们银行无法估量啊！要是委屈了方先生，那我们银行资金链就会断裂，甚至破产啊！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认清现实，他就是一个农民工，哪来的资产无数？王少，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啊！据我所知，我们首发的这批黑卡确实是在江省，万一就是这位方先生呢？放屁！江省上千万人，难不成人人都有可能是这要金黑卡的持有者？你为了保护这一个垃圾，居然搬出这种理由来！石磊啊，石磊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咱们诺信银行居然有你这么一个害群之马？算了，本少爷今天懒得与你计较，把方逸晨给我带走。慢着，王少，我石磊现在以诺信银行副行长的身份警告你，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，这也是我们银行内部的事情，绝不允许外人插手干预。就算你的父亲来了，我相信他也会对方先生毕恭毕敬。我们诺信银行绝不允许任何一个纨绔子弟胡作非为。你，石副行长，王少的父亲可是诺信银行的行长，难不成你一个副行长还想左右行长怎么处理？姓石的，我父亲可是压你一头的上司。诺信银行的行长可以调动全球资源为己所用，何况是清除一只垃圾？你一个快要被开除的人，居然敢妄自毁疑我父亲！石副行长，别忘了你就是一个副行长，就算你能力再大，也保不了一个方逸晨。我们王少可是行长真真正正的儿子，你以为人家行长大人会像你一样有眼无珠吗？你们都太过分了，竟然敢辱没我们诺信银行至尊的贵宾，你们都会付出代价的。我看该付出代价的是你吧！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，我倒要让他看看他最忠心的下属是怎么中饱私囊的。喂，爸，什么事？诺信银行的要金黑卡被盗了，石磊包庇犯罪，你快来一趟吧。什么？我马上到。待会儿我父亲到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狡辩。好啊，那就让他看看他的好儿子到底在干些什么。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废了你。方逸晨，今天的事情都是因你而起，你不但牵连了石副行长，你还惊动了行长大人，你非但没有一丝愧疚，还在这死鸭子嘴硬。既然你认为卡是我偷的，那我现在就收回去，从此以后与我恩断义绝。你还想销毁证据？没门儿！王少，这是你们犯罪的直接证据，
想销毁啊？晚了！你哪只狗眼睛看到我想销毁？早不收回，晚不收回，偏偏在我父亲快要到的时候才想收回，不是想销毁是什么？方逸尘，心虚了吧？我心虚，我不知道到时候到底是谁心虚。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知道自己翻不了身就在这乱咬人是吗？方逸尘，你但凡有一点担当，我也不至于这么恶心你。我乱咬人，狗叫的是你们，你们连卡的主人是谁都搞不清楚，就在这里发疯。你闭嘴！好你个方逸尘，我们家小玉只是不同意和你结婚，你就这个态度？小玉要是嫁给你，怕是早就被你给欺负死了。小玉，伯母，你们消消气。这种垃圾，无非就是觉得自己无立身之地，做最后的折腾罢了，何必当真呢？你看看人家王少的气量，再看看你，哎，你真是连人家王少鞋底的一层灰都不如。既然你们如此不信任我，把卡还给我，我也无需再证明我的清白。王少，你还是把这张卡还给方先生吧。这张全球限量耀金黑卡是有指纹锁的，一旦在他人手上长期持有，会被认定为盗窃的。这卡要是还回去了，被销毁了，谁负责？赶紧放下！爸，赶紧放下！爸，就是他，这小子不知道在哪偷了咱们的耀金黑卡，10斤里包庇犯罪，非说这卡是他的，铁证如山，您快把他们都带走。混账！有眼无珠的逆子！爸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诺信银行的黑金卡被盗，你让我这张脸往哪放？伯父，王少也是为了咱们诺信银行的安全考虑啊。要是这黑卡被盗或者伪造，对咱们诺信银行的损失也是不小的。这张卡不是偷的，更不是伪造的，就是方先生本人的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行长大人，真的是您啊！我是这家茶馆的经理，不知道是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刚才听到诸位在聊我们诺信银行的事情，各位身份尊贵，还请随我一步到 VIP 会客室，以防走漏了商业机密。方先生，一起吧，请。请。方先生，刚才的事是我们服务不周，还请您见谅。可不敢，你们诺信银行是全球最顶级的大银行，我这种小人物享受不起你们的服务。方先生言重了，您持有的是诺信银行全球限量1张的耀金黑卡，您若配不上我们的服务，那全世界就没人配得上了。不过有一件事，这张耀金黑卡至今未激活使用，整个诺信银行的人对您的身份都不了解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有必要对您进行必要的身份验证，还请您配合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就先谢谢方先生了。敢问方先生，这张卡的由来是？别人给的。别人给的？方逸尘，你还真是淡定啊！别人给的啊，给的还是一张耀金黑卡。你撒谎能不能边缘了再说？方先生，我们这张耀金黑卡必须经过诺信银行的邀约才能得到，而且不能随意转让，只有亲属或者家族内部人员才能使用。敢问方先生，您的家族是做什么的？我没有家。没家？方逸尘，这下你露馅了吧？伯父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方逸尘他追了我5年，我都没同意。他就是个在工地上扛大包的农民工，如今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，非说自己有钱，这还拿出来一张耀金黑卡。方逸尘，行长只是简单问了你几个问题，你就编不下去了。我看你待会儿怎么收场。方先生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若您不能正确说出这张耀金黑卡的由来，我有权视你是盗窃来的。我说了，别人给的。别人给的？那你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？一个不负责的人，和我能有什么关系？行长，你看到了吧？他说不出来这个人是谁，就说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。这个卡就是他偷的。方先生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若说不出这张持卡人与你的关系，我立刻报警。是我爸。什么？你爸？
方逸晨啊，你还真能编！你一个臭搬砖的，难不成你爸是世界首富？没错，他就是。哎，你脑子坏掉了吧？合着按你的意思，世界首富的儿子是个农民工？你好好想想再说。你就算随便编个名字，也比说你爸是世界首富要强得多。方先生既然说这张卡是你父亲的，而且他又是全球首富，那我们暂且相信你。那我们就暂时先相信你。不过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询问，接下来就要进行正式的身份验证了。方逸晨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谎言还能撑多久。这验证的第一步是要说出耀金黑卡的编号。傻了吧？怕是刚偷了卡，还来不及看卡号。他要是连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，那就等着被打断双腿，扔入大牢吧。我看还是直接报警，效率更高一些。方先生，第一个问题您就回答不上来了吗？如果您现在承认是盗窃的，我可以视你为自首，给你一次机会。4个8。这就完了？这小子就是在装傻充愣。诺信银行的银行卡号一直是18位数字。也对，农民工接触不到这一层信息。卡号我已准备了，难道王少不知道耀金黑卡有加密编号吗？也对，王少没资格。放屁！我们怎么不知道诺信银行的银行卡号有加密编号？一定是你装神弄鬼瞎编的。方先生说的耀金黑卡编号是对的，银行普通卡号是没有加密编号的，而这张全球限量1张的耀金黑卡确实有，只是编号没有写在卡片上。方先生说的4个8是对的。方先生说的4个8是对的。哇，不是你在说什么呀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他提前备好的。也对嘛，那毕竟是偷来的卡，那肯定得提前做功课。方逸晨，为了骗人还真是煞费苦心。你说你有这本事，放在赚钱上面，怎么还会是个农民工呢？他倒是想赚钱，可他哪有这个本事？就只会小偷小摸，就是个社会的渣子。由来我已经说了，卡号我已经背了，你们到底还想让我说什么？方先生稍安勿躁，身份验证是需要几个步骤的，背出卡号是第一步，接下来就要进行密码验证。行长，准备好了。方逸晨，这一关你肯定是过不了。我劝你啊，好好珍惜现在活着的每一秒。行长，结果出来了。行长，结果出来了。怎么样？验证成功了吗？直接说结果。报告行长，耀金黑卡的密码验证成功。下去吧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这是造了什么业？我竟然把财神爷给骂了！逸晨，其实今天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我就是看你到底在不在乎我。这玩笑开的有点大，我们明天不，一会儿我们就去领结婚证好不好？后悔了，晚了。你不晚，这才是第2步。或许这张卡一开始他就用了初始密码，所以他很容易就蒙混过关。接下来才是拆穿他谎言的最后一步。接下来才是拆穿他谎言的最后一步。皇上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诺信银行的身份验证一共分为3个步骤，第1个背卡号，第2个密码验证。如果偷卡人有意记下卡号，并且钻了简易密码的空子，那么他确实很容易蒙混过关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我们诺信银行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银行，我们的安全系统也极为严密。第3关绝对不可能出错。还有第3关，第3关到底是什么？指纹验证。指纹验证，这下精准了。你们有所不知，我们诺信银行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指纹验证系统，其他的银行1根手指就够了。
但我们诺信银行需要10根手指，也就是说，必须10根手指的指纹全部通过安全验证对比，才能够验明身份。也就是说，前2次是方逸晨钻的空子，但这一关他肯定过不了。没错，就算是方逸晨准备的再充分，他也不可能把自己的10根手指跟持卡人进行交换。方逸晨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无需狡辩，只为验证时。来吧。我无需狡辩，只为验证时。来吧。方逸晨，这一关你是肯定过不了，我劝你还是自首去吧，我这也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？你不就是怕卡是我偷来的，害怕连累你苏家？方逸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小月也只是想给你留条活路，你倒好，不但不领情，还在这倒打一耙。我方逸晨还不至于让一个背信弃义的女人为我留活路。方逸晨，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方先生所言是真是假，一试不就知道了吗？方先生，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若是你实质检测失败，将会触发诺信安全报警系统，到时候海陆空3队将会全部出警，到时候你再说真话就来不及了。方先生，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？我不需要考虑，来吧。好，希望到时候你别后悔。到时候后悔的人，怕是你们。到时候后悔的人，怕是你们。行长，此事要慎重啊！如果对方先生采取最高身份验证，那就代表我们银行对他的不信任。这万一冤枉了方先生，那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啊！我是行长，这事我说了算。方逸晨，看到了吧？你找过来的人帮不了你了，我劝你还是主动乖乖坦白，否则等验证结果出来了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这小子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他要是还这么死不悔改，那就只能再辛苦我们一次，把他的10根手指都给我剁下来，断他生路。上来吧。行长，指纹系统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验证。方先生，请吧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行长，指纹对比成功。这下证据完整了。爸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早上我出门之前已经派人把这张耀金黑卡的信息查明了，这张卡的持有人根本不是方逸晨。什么？我怎么可能？刚刚不都已经验明身份了吗？是啊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刚刚这方逸晨不是已经完成了实质验证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这张卡的主人确实是在江省，但不是这个方逸晨，而是江省商业女神宋嫣然，宋小姐。什么？宋小姐？江省的商业女神？刚才发生的这些事，是我陪他们演了一出戏。刚才发生的这些事，只不过是我陪他们演了一出戏。行长，话不能这么说吧？3重身份验证已经通过，结果我也已经看了，系统也是确认无误啊。这卡的主人怎么变成宋嫣然了？这话你还好意思问？如果不是我对银行系统做了手脚的话，怎么能调出你这条大鱼？行长，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？还要我说的更清楚些吗？你中饱私囊、包庇罪犯，伙同这个方逸晨欺骗大伙。现在证据明明白白的指向，这张卡真正的主人不是他方逸晨，你还拿什么抵赖？你不择手段，只顾捞黑钱，还想和我竞争行长的位置？做梦！这怎么会这样？方逸晨，要不是伯父下的这盘大棋，我还真不知道你这么能演。我说了，这张卡的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宋小姐。你当然不认识，方逸晨，你就是个臭搬砖的，怎么可能会认识那种级别的大人物？哼，爸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若是让外界知道了咱们银行的耀金黑卡被盗，恐怕会影响咱们的声誉。不过，今天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
我怎么能抓住诺信银行这么大一条蛀虫？石磊，行长，这有误会啊！误会？你就等着进了大牢向警察们解释吧。现在我宣布，即刻起开除石磊诺信银行副行长职务，所有财产全部充公，而且将其拉黑，永不录用。行长，我还有一大家教呀，你不能这样！把这个蛀虫给我带走！王康年，王康年，放肆！王总的煤会也是你这种农民工能直呼的，你的帮手都要被关进大牢了，你还不赶紧跪地求饶，还在这狂妄叫嚣！方逸晨，你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、自作自受，还不赶紧跪下求饶！你要是现在跪下给我爸磕20个响头，或许我还可以考虑原谅你，不然我保证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这里就是你的墓地。你们王家的人好威风啊！今天我就坐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谁能要得了我的命。还有，我将取出诺信银行的全部资金。方逸晨，你是被吓傻了吧你？假如你有1分钱存款的话，你放心，我都可以替你销户。我们诺信银行不会和品行不端的人合作。好，那就销户吧。放肆！偷来的卡让我帮你销户，你真是大胆！我现在就给宋小姐打电话，一会儿就会水落石出。伯父，你赶紧打！要是宋小姐发现自己的妖精黑卡被盗，恐怕整个银行都会受到牵连。是啊，爸，咱们的妖精黑卡离开持卡人超过一定的时间，就会触发报警系统，到时候咱们就真的麻烦了。宋小姐，我是诺信银行行长王康年，您有一张尾号是0001的妖精黑卡被盗，我们抓住了2位罪犯，正准备押往警署，烦请您走一趟来作证。我们就在云溪阁贵宾室等你。一会儿我倒要看看，妖精黑卡真正的持卡人到了，你还会像刚才那样理直气壮吗？你还会像刚才那样理直气壮吗？伯父，我可听说这个宋小姐可是咱们江省的首富，不仅是个商业奇才，人还长得漂亮。不错，宋小姐是我们诺信银行最大的客户，她的存款量占我们诺信银行的90%以上。这么说吧，在大夏境内能超过宋小姐的，就只有方沧海先生了。我还听说这宋小姐背后的天龙集团也是诺信银行最大的股东。没错，宋小姐亲手创办了天龙集团，方沧海先生为她注资，而且后来他又入股了诺信银行，是诺信银行最大的股东。可以这么说，得罪了宋小姐，那就等于得罪了亲生父母啊！原来这个宋嫣然就是我爸的一个手下而已。方逸晨，你现在知道自己惹了多么不该惹的人了吗？区区一个江省首富而已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闭嘴吧，方逸晨！你不说这些大话会死是吗？宋小姐几乎是我们每个人的偶像，是高不可及的存在。今天有幸能见上一面，很有可能会转变我们的命运。你还在这说这些混账话，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是吗？好了，小玉，我们不要再跟这种废物再多说一句话，不然待会儿宋小姐看到我们跟这种垃圾待在一起，肯定会对我们苏家有不好的影响。放心，妈妈，我已经跟这个方逸晨恩断义绝，他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影响我们的。这样最好，我倒是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他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影响我们的。这样最好，我倒是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只是一会儿千万别后悔。话真多，动手打断一条腿，好好教育教育。是。方少爷，方少爷。宋小姐，这人根本不是什么方少，他就是偷了你妖精黑卡那个小偷。我这就把他清理出去，以免他脏了您的眼。宋小姐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有眼无珠的蠢货！宋小姐，我想您真的是误会了。这个方逸晨，他只不过就是我的一条舔狗而已。他为了让我嫁给他，不惜偷了您的妖精黑卡。
刚才还说这卡是他的，这种垃圾你可一定不能手下留情。舔狗，垃圾。是啊，宋小姐，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他。我看今天该被收拾的人是你们。苏小姐，您是诺信银行最大的股东，为什么对一个盗了您卡的人如此包容呢？方少爷的身份岂容你们妄自非议？今天我要让你们所有得罪方少爷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方少爷的身份是你们所有在场人都不及他脚底下的存在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道歉！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一个破搬砖的。好啊，方逸晨，我以为你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工，原来你这么有本事啊！不声不响就给别人当小白脸。小玉，你竟然敢碰我！竟然敢碰我！不会说话，老子就好好教教你。现在我以诺信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开除王康年在诺信银行所有职务，同时在全球金融全部拉黑，永不录用。宋小姐，求你手下留情啊！诺信银行是我几十年的基业，你不能说赶我走就赶我走啊！像你这种狗仗人势东西，只会败坏诺信银行的声誉。王康年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和你的儿子以及你们全家所有人都不允许踏进诺信银行半步。宋小姐，这怎么能行呢？石磊，宋小姐，今天你对方先生所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公正廉洁，一视同仁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诺信银行的行长。感谢宋小姐信任。宋小姐，这万万不能啊！宋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我求你了，宋小姐。一群狗叫的生意，来人，还不赶紧把这群狗叫的废物全部给我拖出去！是。你干嘛？放开！别动我！方逸晨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就算是有再大的能耐，不过是个臭搬砖的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给我等着！带走！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方少爷，说说吧，为什么帮我？拜见方少爷，在下宋嫣然，我是奉您父亲之命而来。您父亲他想让我劝你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决定好了，回去继承家业。太好了，方先生，方总知道一定非常开心。那您现在跟我回燕京，您父亲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别墅，就等您回家了。不，现在我还不能回去，因为我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明白，我已经帮您收购了江省最大的天龙集团，虽然天龙集团最大的股东是您的父亲。因为我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哦，明白，我已经帮您收购了江省最大的天龙集团，虽然天龙集团的董事长是您的父亲，但是现在所有股权都已经在您的名下，您明天就可以去天龙集团进行交接。哦，这个是您新董事长身份的扳指。无限额的黑卡，江省第一的天龙集团，5年了，我一定要让苏玉后悔她的所作所为。方少爷，据我所知，苏家的苏氏集团属于商界末流，而刚刚那个王家被诺信银行扫地出门，现在王康年是他们唯一的靠山。不过，虽然天龙集团与王氏集团之前有过合作，但其经营规模以及状况都不足以掀起什么大风浪。现在与天龙集团合作，就是他们王家与苏家唯一的翻身机会。所以，你想怎么做？现在江省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位神秘的富豪收购了天龙集团。明天我会举办一场宴会，届时会向各界名流公开您的身份，到时候他们一定会来参加宴会的。您可以好好打他们的脸。就按你说的办。那我现在就帮您去处理一些天龙集团的事务。哦，对了，这些也是您的父亲送给您的。我很期待明天的重逢，苏玉，你为了钱和我分手，希望你明天不要后悔。天龙集团易主？什么？天龙集团易主？天龙集团一旦易主，将是王家翻盘的绝佳机会啊！现在取出王家的9成家产，送往天龙集团，王家东山再起，就靠这一次。好。江省要变天了，
江神要变天了，机会来了。小玉，天龙集团一旦易主，将意味着整个江省商界随之大洗牌。我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，带你去新董事长面前好好亮亮相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步登天，从此我们的地位就无人能撼动。若是我们能够赶在其他家族之前面见天龙集团新主，那就代表着我们有更大的机会能够得到天龙集团的青睐。到时候，我苏氏集团所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就可以一并解除了。放心吧，小玉，我爸打点好了一切，明天你随我一起去。等搭上了天龙集团，别说是你那点资金缺口，就连公司上市也不在话下。方逸晨，你看到了吧？我的未来，你遥不可及。方董事长，我安排了陈海，马上去接您。好，不着急。这天龙集团也不过如此。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小白脸方大少爷吗？怎么，这是被宋大小姐甩了，吃不成软饭，来天龙集团找工作了？我是来工作，但不是来找工作。怎么，来当保安了？我来做什么，和你有关系吗？方逸晨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啊？你说你要换工作没问题啊，你别来这儿啊！这天龙集团每天接待的是全世界的世家名流，不是你一个搬砖的该来的地方。苏玉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做什么和你有关系吗？我难道说错了吗？我这么说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像你这样的要学历没文凭，要能力没工作经验，只会扛大包的废物，就算是来我们苏氏集团，也会分分钟被开除。更何况这是天龙集团。小玉说的没错，我王氏集团跟天龙集团也算是老合作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说几句好话。把你调去刷厕所，省得在这大厅丢人现眼，再惹到了大人物。还不赶紧谢谢王少！能在这天龙集团刷厕所，总好过你在工地上扛大包吧？说不定你会成为你们家最有出息的那个。这种祖坟冒青烟的好事，还不赶紧跪下来接着？这种好事儿，还是留给王少你吧。我方逸晨不需要。方逸晨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求我跟你和好吗？我明确告诉你，这不可能。一会儿，我们就要见天龙集团的新任董事长，我就可以一步登天。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，你觉得我会和你在一起吗？第一，我来天龙集团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并不是来找你。第二，做人呢，不要站得太高，站得太高，摔得越惨。第三，你们两个人真的很像是苍蝇一样的，吵得我很烦，要不你们自己滚吧。你个废物！你来天龙集团能有什么事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保安。听你说话这口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新董事长呢。你别说，还挺像苍蝇。方逸晨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像你这种废物，敢对我们上流社会的人这么说话，我看你啊，也离开除滚蛋不远了。我们这么提醒你，都是为了你好啊！聒噪！你们呢，是自己滚，还是我让人给你们撵出去？方逸晨，你是分手分傻了吧？这是哪儿？天龙集团，谁给你的胆子在这耀武扬威？王少，方逸晨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我今天一定要打断你的狗腿，割了你的舌头，让你生不如死！来人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断你的狗腿，割了你的舌头，让你生不如死！来人！王少，你有什么吩咐？
这就是你们天龙集团对待合作商的态度是吗？一个小小的保安竟敢如此的放肆！王少，天龙集团没有这个人，我根本不认识此人。什么？方逸晨，你还在这玩起坑蒙拐骗的把戏来了？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我清理出去！是，闲杂人等不能在天龙集团逗留，赶紧走！真是什么人都能来天龙集团，真他妈晦气！你都不确定一下我的身份，就跟我出去？你就是个臭搬砖的，你能有什么身份？看见了吗？就连这里的保安都是你可望不可及的存在。毫不客气地说，整个江省都匍匐在我们天龙集团的脚下，就算是那些名流富商来了，都要对我们礼让3分，而你只是一条狗。来人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方逸晨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人人都能捏死的蚂蚁，哪来的脸在这儿横？赶紧给王少跪下道歉，我还能替你求求情，不至于让你缺胳膊少腿。让陈海滚下来见我。不是方逸晨，你为什么会觉得天龙集团跟你有关系呢？不过有一点你还真蒙对了，这天龙集团还真有一位姓陈的总经理，不过他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岂能是你这种垃圾所能比拟的？区区一个陈海，在你眼里就高高在上？放屁！陈总经理贵为天龙集团总经理，所有名流世家来天龙集团见到的最高领导层就是他。他掌握着整个江省的商务合作，手握名流世家生杀大权，而你不配提他的名讳。陈海，在我眼里，他不算什么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直呼陈经理的名讳！今天你不会这么侥幸，你必死无疑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王家9成家产，等我把它献给陈经理，我王氏集团和天龙集团就能达成深度合作，我王家公司上市指日可待，而你只不过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。还是我们王少有能耐啊，不像某些人，什么事儿都干不成，只会白日做梦。做白日梦的是你。天龙集团不和素质低的垃圾服务商合作。哈哈哈！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动手！打断他的双腿，扔出去！住手！陈经理，这个人是来捣乱的。陈经理，您可算来了。哦，这里面装着我王家3张银行卡、2处房产，资产清单1份，还望陈经理以后多多提携我王家。你们几个在这闹什么呢？陈经理，是这个废物在这天龙集团闹事，敢直呼你的名讳，还出言不逊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天龙集团总经理。你死到临头，看到这种大人物，也算是死而无憾的。方逸晨，你连陈总经理都惊动了，这下你彻底完了，上赶着找死，我也帮不了你。您就是方逸晨，方少爷啊？方少您好，我是天龙集团的陈海，特意过来接您的。陈总经理，你搞错了吧？你接他？这天龙集团什么时候一个小小的保安上位都要您亲自接呀？陈总经理，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我实在不想您被一个废物给蒙蔽了。他不过就是我的一条舔狗，他追了我5年，没有人能比我更清楚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在工地上扛大包的窝囊废，他根本就不配在这天龙集团待着。陈经理，您糊涂啊！给我闭嘴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个不知眉眼高低的东西，你被开除了，马上给我滚！天龙集团有这样的合作商，我很是痛心。天龙集团从今不再欢迎王少。陈总经理，你是铁了心要保这个废物是吗？我好歹也是王氏集团总裁，你这么驳我面子，不太好吧？你们王氏集团很厉害吗？王氏集团每年90%的利润都是靠我们天龙集团，而且我听说你的父亲已经被诺信银行强制退位了。如果我们天龙集团终止合作的话，你们王家马上就会破产。陈经理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天龙集团不和素质低下的人合作，从今天开始，
断绝一切与王氏集团的合作，并且凡是和王氏集团合作的人或者企业，断绝来往。是。我告诉你，王浩，你别想从天龙集团赚到任何一分钱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敢说这种话，我今天弄死你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与方少不敬？陈海，这天龙集团刚刚易主，我看你怕不是知道这总经理的位置快要坐不久，所以抓住这一次机会收了这小子的黑钱，陪他演这出戏吧。说到底，你不过就是个总经理，你上面还有董事长，你伙同他一起拉低了天龙集团的形象，你就不怕上面的人知道治你的罪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董事长。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？我是董事长秘书董卿，你们在天龙集团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董秘书，不是我，是他。我现在可没有时间跟你讲废话。如果你继续大呼小叫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方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先办正事，走吧。哎，董秘书，不知道董事长现在方不方便？我没有要事要见。这位先生，如果没有许可的话，是不能见我们董事长的。还请二位在此等候吧。方先生，这边请。皇上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一个废物，难不成他能翻天？看见了吧，已经惹怒了董秘书，想必已经把他带去处理了。我们就在这里等着，等我把王家90%家产献给董事长，并且得到了他的青睐。我看以后谁还敢跟我王家作对？没错，天龙集团刚刚易主，一定会来一次大换血。这个没长眼的陈海，一定会陪着方逸晨一起当炮灰。等我见完董事长，扒了他的皮。董事长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天龙集团就交给您打理了。你有什么事直接吩咐我就行。至于您的身份，明日我会在晚宴上向众人公布。今天就先委屈委屈您了。这点委屈不算什么。宋总，王氏集团的王浩和苏氏集团的苏玉还在外面，需要把他们赶走吗？以后这种垃圾不允许出现在天龙集团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董事长，明日晚宴上我们需要公开招标一些斥巨资打造旅游小镇的项目，需要您来安排一下此次开发的地点。就这儿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安排相关事宜。哦，对了，董事长，云氏与相关建筑行业也会参与此次竞标。您看要不要提前见一下相关的竞标企业？不用了，全权交给你来处理。好，那明日宴会之上，我会向众人公布您的身份，再向外人宣布此次竞标的企业。皇上，你觉得天龙集团董事长会见我吗？天龙集团刚刚易主就抛出来一个大项目，我们苏氏集团哪怕是能从中扣下一点边角料，估计也能大赚一笔。放心吧，小玉，我王氏集团跟天龙集团本就有长期合作，等献礼成功，多少都会给我几分薄面。到时候就算是苏氏集团没有中标，我也能从王氏集团中标的30%中分你一些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天龙集团合作，那我们苏氏集团可就一飞冲天了。很抱歉，我们天龙集团不欢迎二位，还请你们离开吧。我们是来给董事长献礼的，你一个秘书凭什么拦着我们？一定是方逸晨，一定是他在董事长面前说了什么诋毁我们的话。方逸晨，原来是你搞的鬼！王浩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你们王家的集团今后该怎么办吧。董秘书，我们可以离开，但这是我王家90%家产，还劳烦您转交给董事长。您这点家产，我们天龙集团可看不上。保镖，送客。二位，滚吧！哼！王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感觉这个方逸晨没那么简单？放心吧，一会儿方逸晨那个废物也会被赶出来。你要不信，咱们就在这等着瞧。
他们怎么对方一晨如此恭敬？他怎么还会有辆豪车啊？该不会是他真的和天龙集团有什么关系吧？怎么可能？你别忘了，他追了你整整5年，他要真跟天龙集团有关系，你不早就知道了？他无非也就是应聘保安成功了。没错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他这车，可能就是他今天要来天龙集团特意租来的。何必把这种废物放在心上？明天就是天龙集团旅游小镇公开招标的日子，我王家的势力远超其他家族。明天的竞标，我志在必得。等招标晚宴过后，我会亲自让这废物消失。浩儿，为了那个女人，你居然打算把我们中标的30%的份额分给她？那可是1个亿的项目。爸，咱们跟天龙集团本来就有长期合作，赚这点小钱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当年人家苏玉的苏氏集团分崩离析，就算是您都未必能将其扶上正轨。而人家苏玉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，就把苏氏集团做到如此的高度，他的能力可称卓然。一个短期项目去换取一个商业天才的好感，很值。况且这场晚宴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招标。那是那位大人物。没错，今天晚上我会以天龙集团合作商的身份去跟他接触。有了这一层关系，苏玉务必会介入王家的事。苏玉迟早是我的女，而苏氏集团迟早也是咱们的囊中之物。闺女，今天晚上你可要好好把握，多去结交一些大人物。他们3位是江神鼎新、腾达新药3大集团的最大持权者，他们象征的是江神最顶层的权势，手里握着的是江神商业界所有人的生路。哎，那天龙集团呢？天龙集团握着的是他们的生路。他们都是天龙集团过去的合作商，家族90%的利润几乎都来自于天龙集团。赵总、孙总、李总，苏总来了。听闻苏总对天龙集团的招标志在必得，我敬苏总一杯。真谢谢您。小玉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王以晨怎么混进来的？光明正大走进来的。你装什么装？这种地方也是你能随意进出的？你这是尾随我们混进来，想死缠烂打罢了。方逸晨，你越这么纠缠，我越觉得你恶心。我劝你赶紧离开这儿。你们呀，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难怪小玉会拒绝和你结婚，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今夜众多名流聚集于此，灌溉云集，你一个废物擅闯此地，本就是死路一条。小玉让你离开，那是想在天龙集团宋总和那位大人物到来之前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你却不知好歹。我还不需要他给我留活路，你大可以去问问宋嫣然。今夜之宴，我若不到，谁敢开始？厉害，你还真是肆无忌惮。他就是追了沈小姐5年的那个农民工舔狗，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，真是不想活了。方逸晨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小子，胆敢冒犯宋大小姐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给我跪下！就凭你们几个，不够格。腾达集团董事长有资格，再加上我鼎新集团掌权人呢，不够。那再加上我江城新药一个呢？差远了。方逸晨，他们可是江省最顶层的权势，他们一句话就会要了你的生路，你非要这么顶破天使吗？那又如何呢？道歉，立刻给他们道歉。就他们几个，不够格。方逸晨，你要找死就出去找死，不要在这耽误我们苏家招标。那既然如此，再加上王氏集团呢？
王家，不错。今夜之宴，不仅天龙集团宋小姐会来，就连新上任的董事长也会亲至。而我王氏集团跟天龙集团合作20年有余，是天龙集团最大的合作商，定可以直面内卫，一步登天。现在你觉得我够格吗？据说内卫的资产富可敌国，堪比世界首富。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什么来头。王氏集团若是能够直面那位，日后怕是会横行江省，志不可挡啊！王家是吧？可你们王家，在我眼里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夜这样我知道，你们几个想以打压我为荣，但是很抱歉，你们几个都不够格。放眼整个江省187600公里，你是唯一一个胆敢挑衅顶层权势的人。既然你想与整个江省为敌，好，那我便成全你这份勇气。来人！方逸尘，你真是无药可救！把他狗腿打断！我倒要看看与江省为敌的人骨头到底有多硬。住手！出言不逊的东西，你可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？退下！慢着！陈总，你好歹也是天龙集团总经理，你是铁了心要保这个废物是吗？这些你不需要知道，但是你要做的是马上跟他道歉，这是为了你们王氏集团，更是给你们王家留一条活路。你再说一遍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你是说我不抓紧时间跟他道歉的话，他就能灭了我王氏集团是吗？没错。厉害。且不提今夜我可直面那位富可敌国的大人物，就单是我王氏集团的业务就已经渗透到天龙集团的各个分支，除非他有什么横压一世的天大身份，不然他凭什么能灭得了我王氏集团？就凭一张嘴吗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敢打我？打就打了，你前半句说的没错，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灭了你们王家。哼！通知宋嫣然，提前公布对王家的处理意见。是。方总，吩咐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一会儿我就会去竞标晚宴，一来宣布此次旅游小镇竞标的家族，二来我会对外宣布方少爷为天龙集团新董事长的身份。听说奕晨和那个叫苏玉的女人分手了，那此次中标，方总，这个您放心。没有了您和方少爷的帮助，苏玉所在的苏氏集团，无论是底蕴还是文化实力，都不足以拿下此次项目。至于王家的那个王浩和他的王氏集团，虽然之前与天龙集团有过合作，但他屡次对方少爷不敬，也已经失去了中标资格。宴会厅那边出了一些状况，王家的王浩把方少爷给惹怒了。喂，王康年，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！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立即赶到竞标晚宴的现场谢罪。10分钟之内，你要是看不到人，今夜王家覆灭。方少已经通知了。好。方逸晨，你知道宋总是什么人吗？她是江城第一大家族宋大小姐，宋家未来的掌权人。她24岁就带领宋家跨入国际，成为江城第一首富。如此大人物的名会出现在你的嘴里，简直是对她的一种侮辱。没错，宋大小姐可是我的偶像，商界谁人不知道她的名字？而且传闻中可是她收购了天龙集团。小子，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小玉，招标晚宴马上就要开始，他再这么疯下去，一定会牵连到我们。方逸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非要等到事情无可挽回你才满意是吗？闹？你说的无可挽回，指的是什么？那笔订单吗？你最清楚不过那笔订单对我对苏家而言有多重要。况且你再这么闹下去，你的命都要保不住。对，很重要，重要到你可以为了钱把自己卖给那些所谓能够给你利益的人。苏玉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些年
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而至于我的命，今天我就坐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谁能够取得了我的命。好大的口气！滚下来，小子！滚下来，小子！那个位置代表的是整个江省的最高处，非宋大小姐，非天龙星主，非财权滔天者，非万人之上者，不可坐。你怎知我非权势滔天？你又怎知我非万人之上？大胆！你以为你是谁？真以为自己能横压全场吗？他是谁？也是你配来望议的吗？好了，今夜之宴纵览全场，你们皆如蝼蚁。方逸晨，看你这生怕露怯、大放厥词的样子，想必暗中排练了很久吧？为了演今天晚上这出戏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了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可惜了，你好歹也是天龙集团总经理，却偏偏要跟他一块儿寻死，你的前途就要葬送于此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在整个江省又有谁能与他来比肩？你还真是被他骗了不起！我告诉你，他不过是被苏家踢出去的一条废物而已，无论身份、能力、财力，甚至是尊严，他都一无所有。说他是条狗，都是在抬举他。就是因为他一无所有，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彩礼，苏玉才会一脚把他给踹了，所以他才不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自尊的废物，妄想以虚张声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可惜人家小玉早就看出来，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没有给他机会，所以他才求而不得，怀恨在心，更是在这场晚宴上故意捣乱，以此博取眼球，更甚至在这场晚宴上大放厥词，肆意妄为，无非也就是见不得苏家即将得到旅游小镇的订单，妄想毁了这场招标晚宴。王少，你这自以为是的能耐，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别装了，方逸晨，你真以为今天晚上在场的众多江省名流看不出你那卑劣的心思吗？原来这就是你今晚屡屡胡作非为的原因。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苏玉，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而他说什么你却毫不怀疑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尝试过了解过我？你还怪起小玉来了？谁给你的脸？明明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到头来成我们的不是了。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是我一厢情愿。你们苏家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方逸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还嫌不够丢人是吗？知道我拒绝嫁给你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，但终究我们没有结婚，我也没有要你的彩礼，5次置我于难堪。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和担当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什么身份，也配来斥责方少？算了，看在你追了我5年的份上，只要你肯收手道歉，我会动用苏家所有的资源保你性命，是我最后能帮你的。以后我们就此别过。不必了，说到底，你还是在顾及那笔订单。方逸晨，你既然这个白眼狼不领情，又何必给他好意呢？何况他今天捅破的是江省的天，没有人能保得住他。苏家虽然是江省新秀，但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担得起的。没错，商界之人自古以来最忌讳感情用事。没错，商界之人自古以来最忌讳感情用事。苏小姐，我奉劝你当断则断，否则苏家只怕会重蹈覆辙呀。小玉，这个窝囊废铁了心要害你，要害苏家，他自己要死就死，他自找的。但是苏氏集团不能出事啊，那可是你的心血啊！方逸晨，我知道你作为一个底层的蝼蚁，你并不清楚这5年我对苏家付出了多少。我不怪你，因为我们地位不同，身份不同，眼界也不同，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。事已至此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无论你今晚再做什么，都与我再无半点关联。最好这样。还演得下去吗，方逸晨？你我本就是云泥之别，我本不想自降身段与你锱铢必较，但是今天晚上你先是不分尊卑，冒犯全场，更是心思歹毒，想祸害苏家，江省容不下你这样的败类。留给你的时间只有5分钟。哈哈哈哈！5分钟，好长的时间呢。不好意思，我留给你的时间已经到头了。
今晚我以王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，号召诸位下达通报，昭告江省，断其生路，做效尤。此子身份卑贱，品行低劣，断不可留。我江省赵家愿与王家一起断其生路。小子，今夜过后，你这不知死活的大名将会传遍整个江省，于你而言，也算是8辈子难得的荣耀了。江省李家新药集团复议，断其生路。江省李家新药集团复议，断其生路。孙氏腾达集团也算其。小子，你要明白，做人要懂尊卑，知进退。3大世家共同发力，这在江省100年难见啊！帮赚的活不了了。江省周家愿断其生路，江省吴家愿断其生路，江省郑家愿断其生路，江省方家愿断其生路。非要找死，这下彻底完了吧？小玉，还好你跟他撇清了关系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他拖累成什么样子呢。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，方逸晨？过了今晚，江省上下360行，你将无一行可入，无一行可入。就算是要饭，都没有人施舍你。江省再无你的容身之地。方逸晨，你还演得下去吗？1分钟。你是想说1分钟之后宋大小姐就会赶到现场，宣布王家覆灭是吗？哼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好，我就让你慢慢体会什么叫做绝望。男人，你们好大胆子！宋大小姐，宋小姐，宋总您来了，恭迎宋总。本来我还想让你慢慢体会什么叫做绝望，现在你好像只会更惨吧？是吗？不知死活。那我就拭目以待吧。你还真是不知死活，还不起来，非要一意孤行吗？我为什么要起来？宋小姐已经到了，如果你能从她这里争取到1线生机，那他们就不会把你逼上绝路。你要是还坐在这儿，就只会触犯宋小姐，白白葬送自己最后的机会。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，今夜是他们该求我。你为什么还在做着不切实际的梦？你能不能认清你自己？今晚宴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一辈子都无法触及到的高度，你生来就只能仰望别人的背影，你为什么不肯低头呢？苏玉，你错了，人本就不分高低贵贱。我虽然出身平凡，但我此时此刻，我方逸晨就站在这儿。拜见方少爷。今天在我这儿，方少爷想让谁覆灭，谁就覆灭。宋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宋小姐可是江省首富啊，宋家又是江省第一家族。传闻这江省宋家每一位子嗣都能单出一支分支，而这每一支分支都可独当一面，自成一方富豪。江省宋家便是由这些富豪构成的超级世家呀。这小子怎么真的能和宋小姐有关系呢？这不可能啊！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江省方少就是宋家最大的倚仗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江省方少就是宋家最大的倚仗。奉贺礼！江省宋家礼到，江省宋家拜见方逸晨方少爷。朕劳力士绿水鬼定制手表1块，迈巴赫1辆，天字1号院豪宅1套。一点小小心意，还请方先生收下，不要嫌弃。所以他就是你最大的倚仗，对吗？是与不是与苏小姐又有什么关系？你少在这装傻，方逸晨，我们以前还误会你是偷了宋小姐的黑卡，没想到你早就和她搞在一起了。你明明追的是我们家的小玉，但你却脚踏2条船，你可还真是无耻！谁让你在说话了？你打我！自己身份都没有搞清楚，我不打你打谁？自己身份都没有搞清楚，我不打你打谁？再说一句，管好你的手和嘴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方逸晨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的以为是你自己有了本事，你可以依靠自己的本事赚到钱，过上安分守己的生活。起码追过我苏玉的男人也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，而现在我真觉得你恶心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知道我现在想说的，你听了一定会不舒服，但我说的就是事实。你今晚确实很风光啊，又是大闹着招标宴，又是坐在这椅子之上，放眼整个江省，
确实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一点，但又能怎么样呢？你靠的不是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站在另一个女人身后罢了。无论你今晚有多风光，你还是你自己，从来没有像一个男人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站起来过。苏小姐的话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既然你都这么想我，那我觉得我们之间都没有必要交流了。苏小姐的话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既然你都这么想我，那我觉得我们之间都没有必要交流了。肉眼凡胎不是真主，你们这些人只能靠强词夺理来自我安慰，真是可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事论事而已。至于他的身份，远非你们在座的可估量。不过我看到你们一无所知的份上，倒是不建议透露给你们一点点。不用了，一事无成，只会站在别人身后的男人，我没兴趣啊。他这样的人只会让我更加恶心。哦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能够让我后悔的理由或许有很多，但绝不会因为他拒绝嫁给他。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都是你呀，宋小姐。您贵为天龙集团的就任董事长，没必要跟这样无能的男人在一起浪费时间和精力吧？这样的人只会让你永远失望。既然这位小姐知道我是天龙集团的董事长，那么你又有什么资格以下令上，命令我宋嫣然做事？今天我来这宴会之上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王浩，今天我来这宴会之上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王浩，有什么吩咐，宋小姐？你依靠王氏集团是天龙集团的合作商，在这作威作福，今日在这宴会之上更是大放厥词，甚至捋断方先生的后路。我想今后王氏集团也没有必要存在。宋小姐，您误会了吧？是他方逸晨三番四次目中无人，更是在妄自诽疑您。像这样的垃圾待在天龙集团，只会影响他的形象。今后江省在王氏集团。宋小姐，我念你是天龙集团前任董事长，才对你尊敬有加。但现在你好像没有权利了。先不说新任董事长是谁，单说你们天龙集团背后最大的股东是全球首富方沧海方老，我父亲跟他可是世交。你今天这么做，是压根没把方老放在眼里啊！是啊，宋小姐，方老资产无数。光是知名企业就不下100余家，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资产加起来都不足方老的1/10啊！今天您为了这个无权无势的小子做出如此冲动之事，恐怕会得罪方老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方老，您来了，在下有失远迎。刚才你们在做什么？方总，刚才晚宴有所疏漏，进来一只苍蝇。苍蝇，自寻死路之人啊，愚不可及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骗得宋小姐给他说话。方老无需在意啊。方总您放心，我们这就叫人把他清理干净。你们真是天大的威风啊！晚辈王浩，恭迎方总。方总，刚刚宋大小姐居然为了一个臭搬砖的，就要将我王氏集团逐出合作商的队伍。您与我父亲是世交，论家族关系和实力，我们都没有理由被清退。若是今天晚上我父亲也能来参加这场晚宴，与您叙旧，那就好了。王康年若与我一同前来，今晚对王家倒是件难得的好事。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来了？抱歉，方总，是晚辈唐突了。只是刚刚有一只苏家的舔狗信誓旦旦地说要灭了我王氏集团，晚辈一时不能辨别真假，所以才想问问您。苏家的舔狗？没错，就是他，一个追了苏玉整整5年，却连一份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来，最后被苏家识破阴谋撇清关系的废物。正是因为被苏家踢出去了，所以他才不甘心，背着苏家为非作歹。今夜更是以这卑贱身份出现在冠盖云集的招标晚会上，一度不把场内的诸位放在眼里，视今夜汇聚于此的江省全市于无物，出言不逊，不知尊卑，冒犯全场，更是言语再三，辱没天龙集团的名声。我等好言相劝，他就变本加厉，更是肆无忌惮地坐落在这厅内的首位高座，自诩江省全市之巅，何其狂妄，论罪当诛！不错，此子罪不可赦。
所以晚辈擅自做主，联合场内众多名流，共发诏令，通报江省断其生路，以作效尤。好啊，你做的真是好啊！对付这种冥顽不灵的人，就要这样处置。况且对天龙集团大不敬，就够他死10000次的。我等断他生路，应是他的殊荣。只是没想到方总这时候到场。好啊，你们做的真好。方总盛赞，这是晚辈应该做的。啊，您稍等片刻，等我把这个杂碎清理出去，免得脏了您的眼。清理？我看今晚上被清理的应该是你们。方总，方沧海，方一晨，你疯了！小月，别管他，他要死就死，我们不能被牵连啊！方一晨，你敢直呼方总的名讳，你简直是瞎了你的眼！方总，您这是？滚开！完了完了，方总动真怒了，连王少和孙家家主都敢打。小玉，我们快走，不能再跟这个人搅在一起了，不然别说是订单，连我们都会被牵连。方一晨，这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任何人。一晨，我来晚了。方太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方沧海，你看看你手底下这些江省的权贵们，是有多威风。这是我的责任，稍后我会向你解释。一晨，坐。这个位置乃是江省的最高位，非权势滔天者，非你方沧海，非万人之上者不可坐。我也不配坐，我怕我坐下去会引起众怒啊！我看谁敢！一晨，坐吧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，自以为了不起，欺负一个生活在社会底线的人。方总，您搞错了吧？他不过就是一个苏家的舔狗，你凭什么这么器重他？住嘴！叶子，跪下！爸，你怎么？别叫我爸，我王康年没你这混账儿子。啊，这你还有脸问？你今天晚上做的这些事儿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爸，我做什么了呀，爸？我们王氏集团是我们王家最后的底牌，还差一步就可以登上高天，直入云端了。可是现在，你这个逆子，全被你这个逆子给毁了！逆子，逆子！爸，我真不知道这事儿啊，爸，我真不知道这事儿啊，爸。滚开！方总，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一切，我王康年难辞其咎，愿意接受一切惩罚。至于这个逆子，他罪不容恕，我今天晚上就把他赶入王家，他的性命全由您决断。爸，我错了，爸，住嘴！刚才宋小姐在电话里怎么说？要你10分钟赶到招标现场，否则你王氏集团毁灭。方总，你来迟了。哼！方总，这些年我对您尽心尽力，您是看得见的呀！求求您，放我们王家一条生路吧！求求您了，方总！哼！王康年，你何必姿态放得这么低？以王浩之言，你们王家过了今晚便可一步登天，你何须求助他？逆子，还不快赔礼道歉！方一晨，方先生，你可以任意处置这个逆子，我们王家绝无二话。他先前说过要打断我的腿，看看我的骨头有多硬。那依王浩之言，我还是苏家的一条舔狗，更是江省的败类。
那你说，又有什么资格来处置他？不如，王康年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哼，你们王家真是天大的威风啊！我们王家完了！你这个逆子，你把王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！逆子，把我错了吧！把我错了吧！把我错了！来人，拖出去！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我说过，你想要多少彩礼，我都给得起。我说你苏家能有今日，那都是仰仗于我。我说我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。我说他们想断我生路还不够资格。我说这个位置就是为我所设。这一切你都见到了，现在你相信了吗？现在你相信了吗？这5年，你一直在隐瞒。是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明明只要你告诉我，这一切都不会这样。我要是告诉你了，你会相信吗？你少强词夺理。这些年小玉为苏氏集团所做的努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你说的倒是好听，不过就是想借此机会责怪小玉拒绝你。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也敢打我？你要再乱说话，我就弄死你！告我方一晨！我不知道这5年来你为什么对我一直隐瞒，但这5年是我倾注了所有心血、拼尽全力才缔造的苏氏集团。你不能因为一句话就将我所有努力全都抹灭。苏小姐，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吧？不是一层这层关系，你区苏家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进入今日的招标晚宴？他说的没错，你我本就不是同一层次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过了今夜，你好自为之。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方总，今晚这事儿都是误会啊！真的是误会，这一切真的都是误会啊，方总。今天晚上一直都是王家和苏家一直在撺掇，这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想掺和进来啊。话虽如此，今晚确实我们有行事不周的地方。我孙子健愿向方先生赔礼道歉。如若方先生还有其他要求，江省孙家将倾尽全力满足你，绝无二话。我赵高耀也愿意向方先生赔礼道歉，满足方先生一切要求。也算上我江省李家，实在抱歉啊，方先生，今晚都怪我轻信了王家那个小兔崽子一面之词，请您多见谅。原来是一场误会啊，那我就不深究了，你们自断生路吧。方先生，您这也太幽默了吧？这个玩笑听起来也太编剧一格了。我没开玩笑。方先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方先生，您这要求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？怎么，没听懂我的话吗？方先生，我们的意思是，您想要什么样的补偿，我们都会尽量的满足您。豪车、豪宅、珍实珠宝，包括我们的产业，都可以献给您。但是这自断生路实在是……之前让我自断生路的时候，你们可是要比现在还果决。之前让我自断生路的时候，你们可是要比现在还果决。那都是误会。今夜江氏权贵齐聚一堂，你让所有人自断生路，这等同于让众名门世家于江省除名。有什么不妥吗？我敬你，所以称你一声先生。但是你要明白，凡事都要留一线的道理。你若执意将事情做绝，恐怕只会平添祸患。孙子健，方总，你是天龙集团最大的股东，更贵为全球首富，我们以你为尊。但是他今晚所行之事，江省容不下。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方总，凡事都要有个度。
今晚确实是我们行事不周，所以我们愿意放低身段给予补偿，以表歉意。但是他想扫平众名门世家，那绝无可能。而且今天在场各位，无一不是于江省浮沉数十年，声名显赫之辈，根系深远，底蕴强大。而他有什么资格仅凭一句话就要我等复命？孙总所言极是，我赵家亦是江省顶级世家之一，怎能凭他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自断生路呢？方总，此事非同小可啊！倘若只是玩笑也就罢了，您若非要当真，我李家也断难指认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方总言重了，我们不过是谋求自保而已，道歉和补偿可以，但是自断生路绝不可能。还有李小子，你能得到方总和宋小姐的敬畏，确实了得，我自愧不如。但我仍要奉劝你一句：斗尊卑，知进退。今晚在场所有世家名门，如若倾力相对，我怕你挡不下来。你就这么确信？不错，我孙子健纵横江省数十年，亲手将孙家送上江省世家最高位。抛开身份不谈，我依然有底气，有能力作为依仗。而你呢？抛开方总和宋小姐对你的敬畏，还剩下些什么？你若真有了服众的手段，何不拿出来让我们看看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满足你。朱嫣然，在。3分钟以内，我要看到孙家破产。3分钟。我孙家虽不复鼎盛时期，但是所积攒下来的底蕴和基业，还远不是你仅仅3分钟就能抹除的。恐怕就连方总和宋小姐也未必能办到。孙子健，你错了。方先生要你们孙家3分钟足矣。原本你自断生路，还有一线生机，但事已至此，孙家怕是留不住了。宋小姐，你何必如此维护他？况且今夜可不仅只有我孙家。没错，我赵家愿与孙家共进退。好，那就江省3大世家一并集散。是。看来你是真要把事情做绝了。够了，屡屡对方先生不敬，来人！宋小姐，你难道真要因为他和我们江省所有世家为敌吗？江省世家有什么资格和方先生相提并论？我等再不济，也是于江省位居高位者。而他，除非有什么顶级背景足以横压一世，否则要我等自断生路，绝不可能。没错，绝无可能。孙总，不好了，集团遭受不明阻击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倘若是方总说让我孙家灭亡，我尚可相信。但申莹，你凭什么有这般能耐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方一晨，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天龙集团新任董事长还没有上位，王家已经没了。倘若我孙家也要灭亡的话，整个江省恐难有人能吃下这旅游小镇的订单。别说你个毛头小子，就算是方总这个大股东也没有能力办到。地刷不珠，天理难容。有养无主的东西！天龙集团董事长，我现在就宣布！有养无主的东西！天龙集团董事长，我现在就宣布！方一晨，新任的董事长马上就要登台了，你还不赶紧滚出去啊！这死期到了。方一晨，仗着宋总和方总到底闹够了没有？非要闹得江省鸡犬不宁吗？舒玉，我说过，你不要用你那种狭隘的眼光来衡量我。恭迎新董事长。儿子，欢迎你回家。这一次是我看走眼了。苏家彻底完了。小玉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江省再无孙家啊！我孙子健愿自断生路，但仍有一事恳请方董事长。我孙子健愿自断生路，请董事长给我孙家晚辈留一线生机。品行端正者可以。谢方董事长。你们呢？也愿意自断生路，还求方董事长能为我们2家的晚辈留一条生路。这些世家的清算，
就交由你来处理了。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就只过了1晚，为什么？完了，我们苏家终于还是逃不过败落呀！通知江省各界有实力的企业，凡诚信无欺者，皆可以于3日以后参加天龙集团的文旅小镇项目。谨遵董事长吩咐。另外，发布诏令，我将继承方家家业，担任天龙集团董事长一职。